来啦！难道真有这样的巧事吗？当年正在一家人，梅花三体结心。这上的书法写是真，分明出自李家门。真亏好几闹是经富成元是真是假团分离。你是谁呀？我你小逃犯，死朽为官也来这里寻花问人。我不是来都来了，万生不是来。哎，既然来了，同谁夫妻？只要有钱，一切有你啊！我没有钱，啊，没有钱，没有钱你来做什么？滚！能不能让我见一个人？自非是你亲娘。哎呀，大哥，我想见一位能双手书写梅花三体的大姐。哟呵，连你也看向我们善良姑娘，找死啊你！你说话怎么长吹气熏天？管哪层？谁叫你胡说八道？去哪里？去哪里？等等！原来是善良姑娘的弟弟呀！你们还不与我展开？凤鸣，你怎会找到此地的？凤鸣，你怎么说什么？凤鸣，我不是凤鸣。原来是我生错了。生错了？哎，他问是个孩子，不要去难为他。是，好事。大姐，你不是很生我了吗？祖辈70岁，家父传恨太小兄弟，你怎会知道家父遗言？大姐，3年前在奉训破后之夜，领着开手遗言，大姐上笔写下，怎会亲耳所闻，亲眼所见啊！你就是那个生了你包的小兄弟，领着你高风亮节，怎会没寸不防？小兄弟，来，快起来，他的腿被你们挡伤了，晚不扶他进去。快呀！三子，哪里来的小逃犯？妈妈，他叫
惭愧，刚才被他们。妈妈，让他在这里养伤吧。女儿啊，你与他非亲非故的，关什么眼事？妈妈，他与我弟弟一样的可怜，小小年纪是沦落天涯。妈妈，我想把他勒在上边，教他的事。这里是富城院，又不是自son的。你这样一个小套娃，吃的用的，妈妈我可开想不起。既然妈妈决意不肯认他，那我只好与郑奎一起走了。你滚！你不要吵着，自己能写几个字，就不知道天高地厚，想怎么样就怎么样。你不要忘了，你的卖身契还在老娘屋的手中里。我啥子一张草子告到官府衙门，10余8句，判你一个当街灌马。来呀，来，将这小头把你我头梁擦去。郑奎3年月老，风雨见得够了。郑奎，让我走吧。郑奎，你不能走。郑奎没吃不饱。郑奎，这是婴儿连累大罪。郑奎不能，大罪靠。郑奎，只要妈妈应允，3两以后多些事，多做事。少的银两，我分文不取。啊，那妈妈我去惩戒你吧。